好，接下嚟咧就係一里。一里咧，我感覺上咧就係、最大嘅分別就係麥道朗冇騎澳遊氣泡，而係騎咗匹標之銀河。咁感覺上就係標之銀河就 mark 咗麥道朗要騎2場，所以佢就係、個 contract 咧就係即係個合同咧就係、上場預賽騎咗咧，今場一定要騎噶啦。變咗潘頓都係 mark 咗個合同，就係、上場騎咗澳遊氣泡，今場要騎啦。咁連馬斯都講得到啦，澳遊氣泡上場輸俾羅曼勇士，點解今場要跑1600？因為就3個字唔夠跑，咁唔夠羅曼勇士跑，咪跑翻1600咯，避佢咯。咁你會有一個感覺就係、喂2000縮翻1600，人哋跑開1600嚟上，你會麻煩啲咯。咁確實又係咯。咁我有覺得有幾匹馬係做得比較靚嘅。第一匹咧就係、第一匹係竹園。竹園咧就真係臨尾嗰課咧係跳出嚟咧，哇！肌肉線條同埋個模式咧係柔潤得好緊要。咁講翻啦，第一匹就竹園啦，就個模式就真係無可挑剔啦，係真係非常之靚嘅。第二匹咧就係、我覺得合夥噴池係操得好好，好有神嚇。另外咧就係、另外我認為標之銀河都唔差嘅。咁冬季師就有啲受削咯，我感覺考手新花操得靚。臨尾佢嗰課禮拜四彈出嚟嗰課神課都唔錯，同埋個力度都唔錯。咁如果我認為喺呢場馬入邊，你要睇日本外隊嘅神智勇進呢，就雖則佢贏過浪漫勇士，但係之後呢，係逢親對過浪漫勇士嘅馬喺上年沙特杯或者係杜拜之後都傷，神智勇進傷過。青春力量呢係杜拜嘅賽事入邊跑第3之後，又要唞過一排。係呢匹青春力量呢可以贏咗育馬者杯。浪漫勇士自己又傷，其實最傷呢係上次浪漫勇士呢去跑呢，浪漫勇士自己傷啦，青春力量就跑到冇晒氣啦，神智勇進又傷啦，出到嚟神智勇進都係跑唔翻。咁今次嘅狀態都唔係太靚，同上2年喺香港跑嗰陣時個狀態仲差。咁上2年都贏唔到咯，咁今屆再跑嚟贏嘅機會比較難咯。港邊小區就係匹馬咧係跟咗喺名醫後邊，前邊就係、強制實力香港蘋果匹。佢依匹咧擔晒頭咧，我唔係好中意，同埋佢最後尾嗰課咧，佢係特登咧，佢唔係跟住前面嗰2匹，係特登係擺到後啲，再離開第2匹馬後少少去追，做唔到個效果。如果你惡拍人操馬唔係咁，就算你係惡本然又好或者係歐洲馬又好，你係跟嘅話，你應該跟咗之後咧，然之後係喺直路彎位咧就要散出嚟去追。所以唔係太好。津偉提我覺得幾靚嘅，跑完依場咧佢退役，咁但係呢匹馬咧就級數問題，但係真係老實講，我反而覺得呢匹好試正咯。喺神操嘅角度嚟睇，咁如果陽光勇士梗係靚啦，鴻運帝王聽日個地可能啱佢喎，因為如果佢係有少少微雨嘅話，呢匹馬咧就跑高好多嘅。話晒佢都贏過啊！級制係嘛？咁所以佢都唔錯㗎，係咪？咁如是者你鴻運帝王係嘛？呢匹馬最有冷味啊，但係問題係個狀態去唔去到呢？咁其實操得最靚都係首推呢匹竹園咯，即係我重申一次啦，操得最靚首推都係竹園。咁所以結合嚟講咧，呢場馬雖則混亂啦，但係澳遊氣泡有一個好處就係佢外檔反而唔驚，佢擺前邊咁嗰陣時，嗰位賈傑美佢都喺一里嗰陣時佢都可以擺出嚟，所以佢跟走完全冇問題，對佢嚟講係比較着數咯。
反而標緻銀河咧多馬咗上次快步速同埋有一條紅海咁樣摩西過紅海咁樣逢馬過馬咧嗰個形勢咧再做翻出嚟俾你咧就好困難。咁但係港隊嗰三匹啦，無論澳遊氣包啦、標緻銀河同埋祝願咧都係好強嘅馬，外隊馬唔係咁容易。咁但係我就始終都認為咧合夥奔馳係一匹好嘅馬嚟嘅，即係如果你用好騎師董明朗都有咁嘅成績，喂轉咗好騎師強配幾人安，仲要攞住嗰一檔，雖則佢擺前邊，但係而家佢唔需要擺最前喎，即係呢匹合夥奔馳佢唔需要擺最前喎，因為有匹和平波一定係放頭嘅。咁佢咧就可以跟匹和平波去跑咧，咁就好好多喎。但係佢要3位咯，咁佢冇咁嘅速度，佢一開始攞個2疊3位咧，而又唔使失死咧，呢個係問題。但係呢匹馬就操得好靚嘅，所以咧我仲有匹美麗同享咧，你雖則個歲數大啊，但係佢依個情形佢衝上嚟又有 A 跑道，點都可能有機會鏟到4啊3、3、4、4一直又唔奇。咁所以咧呢場馬咧係我感覺係非常之混亂。我認為啦，如果都係以澳遊氣泡祝願，我覺得祝願個鋭勢有機會係過到匹澳遊氣泡，如果跑好少少，希望佢掌握到嘅形勢啦。霍雲星今次，因為廖康明連呢隻馬都幾有心機，即係我會認為澳遊氣泡啦、祝願啦、巧手新花啦。澳遊氣泡、祝願、巧手新花，跟住咧就係合夥奔馳，然後咧就係匹美麗同享。反而標緻銀河我就會睇低少少，因為個形勢問題咧。我再講一次啦，澳遊氣泡、美麗同享、祝願、合夥奔馳、巧手新花，依5匹個框架入邊咧，我係中意嘅。最後咧就係香港杯，香港杯咧我感覺就係健身心都唔錯，但係老實講啊，浪漫勇士係上場馬會杯個個睇住嚟跑，個個都覺得佢跑唔翻，而又到最後個馬主個樣話俾你知，有邊匹馬贏到我啊？個樣咧係有少少囂屎嘅，嗰一刻我有啲唔中意，你贏到我先咧咁樣，咁但係。坦白講，暫時又冇乜匹馬贏到佢。我上年咧就曾經講過，輸俾青春力量嗰場馬係已經係浪漫勇士由高轉去低嘅高峰轉係開始低潮嘅轉捩點。咁但係馬會杯贏咗又打殘咗我嘅諗法啦。咁但係呢場一級賽咁有邊匹馬可以贏到佢呢？直線力山又未贏過佢，禪聖輝煌又未贏過佢。咁就睇下外隊馬有偏匹啦，利心名媛就係癲癲地嘅出嚟，咁但係老實講，如果癲癲地出嚟，原來佢先係癲癲地先係好嘅，咁又真係唔錯喎。咁係咪咁呢？唔識。寶來嗰劇咧就嗰個相係好靚嘅，即係坦白講。咁同埋健身心，名醫我感覺係削少少咯。即係瘦身比較削，形成就係禪聖輝煌咧就未好翻，但係開始重身咧，咁就有翻啲肌肉線條幾好啊！直線力山我就最唔不屑嘅，因為你當初喺希斯馬房度呢匹馬搞唔掂，轉咗去方家柏度執咗場，再轉去姚本輝。然後就翻去希斯度，咁姚本輝都練得呢匹馬幾好啊！翻去希斯度冇晒口，咁但係實喺度嘅，擺咗喺度嘅馬咯。咁如果係咁，呢場馬我覺得比較簡單，就係浪漫勇士嘅機會真係比較大啦。但係我覺得唔穩啊，佢覺得迎住成有匹馬係可以有機會殺到上嚟，唔通係健身心？話晒即係馬女。喺香港杯有着數嘅喎，樸素無華嗰啲都得嘅喎，咁所以就我會感覺就係呢場馬，同埋佢都唔差健身心喺神科入邊，
咁所以咧就浪漫勇士啦、健身心啦，然後寶萊歌劇啦，4就應該係直線力山嗰個框架同閃星西王講兩匹加一匹咯。我嘅睇法係咁咯。咁簡簡單單啦，唔好講咁耐啦。今屆國際賽就2匹馬 show off， 即係去睇大家有乜嘢即係表演咁樣。咁希望佢哋真係無傷無痛咁表演到啦，唔好有太大嘅差錯，令到香港隊攞唔到一個杯啦。咁呢個機會就相對低，但係行喺水運上嚟，可能一個杯都冇啦。咁我係咪登馬呢？唔知咁大家可能係啦嚇。咁或者我登啦上下。咁但係如果照情勢分析呢，就香港隊嗰2匹如果馬王級嘅可以順利咁翻嚟呢，其實已經坐定2場，爭在1600嗰場佢可唔可以贏到啦？2400嗰場就真係好困難啦。好，咁今年嘅國際賽嘅分析到呢度，下次有1級再同大家分析啦，拜拜。